因为这边的排水系统非常的差，每次一些落叶都会排在那个小巷子里面，然后民众也不会刻意去处理掉，那会积水在水沟里面，那水沟久而久之，在那个地坑里面的话，民众也很少下去会处理，一般就是希望能够市政府无时无刻没有下雨天也能够去寻这个小水沟、小巷内的，因为这个方面是让民众非常头痛的，因为这里又是低洼现象，每年都是这种现象，已经排水的部分已经处理好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会积？就是这个地方，希望民众也要去配，希望市政府能够无时无刻派人来巡。最主要淹水的地带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地洼现象，因为这属于地洼的现象，这边的住家非常的痛苦，做生意的人几乎没办法做生意的。市政府能够有效的方法就是好天气派人员去处理地下水道，应该是怎么看都是地下水道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今年、1年、2年、3年事情的事情，早期面积更大，现在都是只有针对这个到永大路、昆大在永大路这范围，积得让民众无法做生意。那个水沟的那个地下排水都做得不好啊，这完全才会每次一下雨就是导致那个整个水道都那个没有办法流通啊，所以那个地下涵洞的东西一定要做啊。哦，在这个地方，每个地方的人讲说，这个地方就是三不管地带的地方啊。为什么是三不管地带？所以希望政府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把它整治好啊，不然每次下雨，这边的所有的工厂啊、人民啊，都受到很大的灾害啊。